陳沛良議員。多謝主席。主席，網約車喺香港運作超過咗10年，市民使用網約車嘅情況越嚟越普及，唔同嘅網約車平台亦都先後進入香港嘅市場。但係本港對網約車缺乏咗清晰明確嘅法律規管，當中嘅白牌車一直喺灰色地帶裏面經營，衍生咗監管不足、乘客安全隱患同埋惡性競爭嘅問題。我一直都關注同埋跟進網約車相關嘅議題。我樂見現屆政府以市民嘅安全同埋利益為依歸，有決心、有毅力咁引入清晰嘅法律框架，規管提供網約車服務嘅平台、車輛同埋司機嘅運作，確保網約車嘅服務質素同埋乘客出行需求，並促進的士同埋網約車嘅良性競爭同埋健康發展。條例草案訂明，所有提供網約車服務嘅私家車必須領有網約車車輛許可證，同時提供服務嘅司機必須為該車輛嘅登記車主。網約車需要申請牌照先至能夠營運，社會對此有較多嘅共識，我亦都十分支持，並歡迎人車綁定嘅安排，可以避免車輛許可證淪為炒賣工具，亦都有助加強杜絕黑工司機。政府亦都提出會對網約車嘅數量實施總量控制，但係各界對網約車牌照是否需要設立上限，同埋以及具體嘅牌照數目都有不同嘅意見。我認為若果發牌數量過少或者係過於保守嘅話呢，就會影響到運力嘅彈性供應同埋市民嘅乘車需求，尤其係喺繁忙時間嘅出現車輛不足、市民等車時間增加、車費上漲等嘅情況，以致影響市民嘅乘車體驗，咁就會失去咗規管網約車嘅原意。此外，無論未來設定嘅網約車牌照數量上限有幾多，我相信合資格申請牌照嘅私家車嘅數量呢，一定會比牌照嘅數量要多得多。屆時如何分配呢啲牌照，亦都會引起社會好大一啲嘅反響。喺委員會上，我建議以限制平台同一時段接單嘅車輛數量嚟取代直接限制車輛許可證發牌嘅數量，以提供空間調節路面網約車嘅總量。我認為呢個做法既能夠讓合資格申請者可以取得佢哋嘅許可證，但係同時呢，我哋亦都可以透過網約車平台嘅因應不同時段嘅需求，去調度營運車輛嘅數目。我明白到政府現階段呢係會先透過條例草案確立規管嘅框架，然後喺2026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附屬法例建議，先至處理有關網約車數量嘅具體規管安排。我希望當局未來可以仔細研究考慮呢一個建議，並且對網約車司機服務設立統一標準同埋一個通報嘅機制，以免出現咗一啲劣質嘅網約車司機通過更換平台嚟到繼續提供服務。條例草案亦都訂明，網約車要購買有效嘅商用車載客取酬服務嘅第三者責任保險，無可避免係會令網約車司機嘅成本增加。佢哋在考慮是否退場或者繼續運作嘅時候，保險開支都係一個重要嘅影響因素。現時嘅的士同埋私家車嘅保費差距巨大，的士作為24小時營運嘅商用車，每年嘅保費可以係達到3至4萬蚊，而普通嘅私家車嘅保費呢，可能只係1/10。網約車通常都係喺某啲時段去提供載客服務，其餘嘅時間都係作為一個普通嘅私家車嚟到去使用。如果按傳統嘅的士保險嘅模式去收費呢，可能導致呢個保費過高，未必合理。喺委員會上，我建議可以喺私家車嘅保單基礎上增加附加費，擴展條款至涵蓋網約車嘅用途，亦都可以推出網約車專用嘅保險產品，按網約車使用嘅時數計算保費，使到網約車嘅保費更加合理同埋可負擔。當然，具體嘅保費計算係要建基於歷史數據，包括佢嘅出險頻率、賠付等等。但係目前喺保險業界呢，並沒有掌握相關嘅數據嘅。當局回應都相當積極同埋正面。鑑於當局將喺明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相關修例建議，我促請政府應該盡快同各個持份者商討，希望日後喺網約車平台同埋車主嘅同意下，
可以向保險公司開放網約車服務時間、行駛里數，以至意外率等呢啲數據，讓到業界可以計算合理同埋符合風險嘅保費。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